收看《花开正红时》，花开正红时。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这像爱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零丝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这像爱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零丝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这要代志要安怎处理？到这地步呢，咱明天搁再出任何差错。伊意思是讲甲洪春辉，还阁有海杰啊！阿祖，当初有人呢？头家伊出去办代志，你去订一杯茶给高经理。是。唔免啦，免麻烦，我等来公司，你好困。多谢你。高姐。到蔡明文做出这样一件歹代志。头家，你转来啊？小姐，转来。小姐已经转来啊，伊在楼顶休困。喂，建龙啊，安怎？找到海杰啦，即摆人呢？副员叫我跋筊。你带两人去，要安怎做？你应该知影哦。洪春辉，
还给人信，我看什么通天的本领就对了。我是咧想讲，伊敢会已经离开高阳，啊无哪有可能找无人呢？欧巴桑，拜托，借问，啥贵数？这个人你捌看过无？捌看无？面色面色啊！伫倒位看到？就迄跋筊结啊！哈，你捌你哦？啊，社弟社弟，社母社伯啊！对，啊，借问伊即摆人伫倒位哈？你要找啥贵数？啊都，伊个，甲有叫小还袂清，要甲伊算算的啦。哦对。啊，你这要属性啊，还佫伫咧庙咧跋啦。庙口要怎去？对啊，直直去啊！啊，多谢哦。多谢，紧，哎呦，紧来啦，要走的，紧。是啊，爱变啦！紧来啦，哎呦，走的啦。啊，你出去话紧，啊，开速度大安尼尔，啊，无安尼爱好无？不，你先走，紧来。哎呦，慢些，今日到这就好。去啊！不来了，够恁赔啦！走去啦，紧。小爷弟啊，紧来啦，行。无，你脚你听，天下半手我大佬啊啦。啊，不要来掠，还结下好啦。啦，我厉害啦，吼。啊，你早叫选去哦。别啦。去吧了，去吧。大哥。没炸！你没炸！啊！搞起来！你这边啊！你有搞一个人你？我唔是故意的啦，我是不得已的。先莫个拍，我甲你问，你想咱要讲人家要害到这凄惨吗？你讲。我拢是避，我实在是不得已说，你听我讲。不得已的，你甲我骗1000万是不得已的，互阮咱去用鬼也不得已的哟，按山顶要甲我敲死也不得已的哟，哈？你讲啊？我唔是刁工，请你原谅我。阿叔，你听我讲，我唔是故意。紧甲了！哎呦，起来啦！哎呦，你看，人走去啊，拄只要拍你就叫我莫拍，软心的老目屎啊，对这种人哦，莫软心啦。做这摆变啦？你是要我惊死哦？啊，当作是红拄的是。嘿，啊你也知？你倒这代志我唔知影，来等下做，啊？当初要创啥？来去你就知啦。金红，啊你唔是要带我见当的？啊你若惊这条路，可能唔对呢。你是咧紧张啥？了解这是？你甲我食的？你爱讲笑，你哪有可能甲我食的？
这样才对。等下这顶头。咱若无看档，等下交代，要互你死。喂，安怎样？代志办好势啊？真好，好在。为着要保护我家己，伊要害死一条性命，海杰啊，你免怨叹我。王秋平。搁煞的就是你。你甲阿母在生时阵，是因为误会才来崩溃，毋才有今日的不幸。过去一切的恩怨，拢已经过去啊。我会当替恁做的嘛，已经尽力去做。希望你在天一日，会当安心。阿爸，阿母，我是文华。我无法度服侍你的身做歹啊，请你原谅我的不好。另外，请你保庇秋萍甲志强，因两姐弟仔会通平平安安过着好日子。喂，好，陈这有哦，这有，你的电话。喂，阿爸，我是文华啦。好啦，我先等你。秋萍，阿爸，阮叫人紧等你啦。听伊的口气，敢若有真紧急的代志呢。志强，我无这金纸你处理一下，我甲文华先回来。哦，这有较细腻的呢。自细汉吼，阮就是有阿爸的相片，拢无阿母的相片。做新主办，只有相片，只有无相片，还感觉足奇怪呢。啊，我有办法。咱去找蔡丽玲，讨你阿母的相片。讨阮阿母的相片。阿爸，阿母。阿爸阿母。无咯，你先入去，我有话要甲青玲讲。文华，恁爸爸叫你入去，你是无听到？阿母，唔得无要紧，我点仔听，看伊所娶的某是啥物款的人。秋萍，你坦白甲我讲，你为什么收这资料？你这资料对倒来？讲啊！阿爸，我别叫我啦！我无你这样想，你所做的代志，我已经真清做伫了。你为着要保护蔡美瑶，你才会做这个代志。也讲，你也是为着要保护蔡美瑶，才会嫁予后生，对不对？你要保护蔡美瑶，迄是你的代志，你不应该来利用我，利用文华，利用阮大家来做手段。既然你甲收这资料，你嘛了解讲我甲蔡美瑶经济上较连伫咧，你还阁摕这资料去甲乌龙串通，敢讲我袂受到牵连性？你是敢听？敢有道理？阿爸，敢会是你误会秋萍？我误会伊，你还阁讲我误会伊啊？朱老弟啊，你家来过啦？王秋萍，我今日才了解，你会叫阮后
死，死有目的的。你这查某心肝哪会这尔弄动，这尔有心机啦？阿母，就要伊安尼做，伊有伊的理由，伊是不得已的啦。是不得已的。文华，代志到这落地步，你还搁咧为伊哦？你敢知影这个资料落落伫咧电工的手头？你若把时仔去坐监，你知影无？这个查某为着要报仇，无顾到咱当家安危，你搁咧暗害伊。你互妈妈足痛心的啦，我足失望的，你知无？阿母，阿爸，阿母，我知影我的做法唔对，当初我决心要保护蔡明勇，也无考虑到恁的立场，我日再甲你回心的，请你原谅我好无？你别甲我跪啦！一摆我出去袂原谅。离婚的好处是啥？我爱你马上甲母团离婚。阿爸，你明仔逼我甲秋明离婚的。阿爸，我求你莫听煞阮好无？你免替求情啦！你甲我听清楚哦。我奉养你几年也是无要紧，也讲某囝是规世人的。你甲这种话斗阵啊，我死嘛都唔愿客啦。你马上去，办得好势。还有嘛，去哪天啊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你要创啥啦？干嘛找人啦？凊彩你来啦！你这个高兴囡仔来怎创呀？我来这要找蔡连连。你找我创啥？找伊摕阿强伊老母的相片啊！你有啥物资格要爱相片？我当然有资格啊！哈？喂，啥？你是我阿母，我当然有资格会晓相片啊！你根本就无资格，伊是为着你才来死。你竟然无资格叫伊是老母，这是我厝，你甲我出去。明仔若无我对你无客气。蔡明雄，你害死阮阿母的性命，我要找你报仇，你食解好啊！你搁伫遐，我安怎样？你要报仇？好啊，我人是这，要报仇，输在你。你给我出去！组长，你来清楚哦，这两个小囝来我厝搞乱，甲掠起来，拢总甲掠起来。我去。无，你是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嘞？你要了解这是什么意思？小刘，拿个二去吧。蔡明啊，你真正是人呢！我对你连始终，你连我都要害死。你是我要教保伊还是？你是后边讲啥？我要来害你可能呢？蔡明雄，即摆人情不情拢坐船啊！你有想要通我辩解？什么你人情，什么你不情呢？你若要侮辱我，我侮辱你。小刘，让穿去吧。蔡明雄，你叫你的手下将海吉甲伊讲分去，了后就将伊带到海底，是去互高俊南甲伊救起来。高俊南甲救起来，哎，明仔载海吉你好济。伊不但知影去救了海吉啊，而且将你所有犯法的资料拢送来互阮警方。高俊南，原来你答应来我公司上班，你受无得的，叫我苦你。我安尼做是为着要查出你甲海吉仔串通陷害船长卖证，顺续替志强因爸母讨一口气。高俊南，你龙阿强，派人哦，叫报应啊！哦，我俩乖啊，老弟，派人叫报应啊，俩乖啦，都乖开啦。俊南兄，顶摆是我误会你啊，请你原谅我。
哇！哎，我嘛真欢喜的，真欢喜的。好啊好啊，一切拢过去啊！这以后我已经等好了。哇，你那边要来做？我要离婚，我死都要离婚。小明，你是我一生唯一的某，不管你做啥物对不起当爱代志，你都是我的某。我万你离开我无爱。我对你的上爱这么深，我知影你一点都无甲我计较，我嘛知影你是真心的疼惜我。不过，咱的婚姻本来就是一个错误，咱应该趁早来离开才对。你对我有感情，我死人才来报答你。我万你后生啊！你若要报答我，你一世人都报答我。小明，我求你莫离开我，我求你，小明。有花，你莫救我，我无迄个资格让你对我这样好，我无资格。你有资格。除非你无爱我，除非你对我一点仔感情无。小明，讲你对我一点仔感情都无，你一点仔都无爱我。小明，你讲啊，你是毋是对我完全无感情？是毋是？有花，我毋是对你无感情。就算讲我对你有感情，佫会当安怎？有花，我真是无法度佫住落去啊！请你原谅我。除非你莫离开我，若无，我绝对袂原谅你，绝对袂。有花，小明，你兄弟是款好，若是款好，你用得走。阿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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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别出面离开我，阿母，我求你啦！你这个囡仔哪这么戆啦？比你的条件要娶到较好的查某嘛是有，是安怎你一定爱伊啦？阿母，手面无共款啦。无共款，当然嘛无共款。别个查某袂亲像遮尔好打，遮尔啊自私啦。莫搁讲，我袂留伊。阿母，阿爸，有花，你莫佫叫阿爸打我啊！小明，阿爸，阿母，我对不起你的所在，请你原谅。这世人有亏欠你，后世人我一定来报答你。好啊啦，报答阮唔敢想啦。即摆请你赶紧离开阮陈家，愈远愈好。莫搁甲阮文华伫遐搞吵，安尼就是互阮上好的报答啦。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我会离开车去真远的所在。阿爸，阿母，多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疼惜甲照顾，多谢你。你可能爱报答。小明，你莫走啦！我求你莫走，我求你，小明，我求你啊，小明，你莫叫我啊，你莫叫我，叫我，你莫叫我，你小明，我小明，你去叫我啊，叫我。哎呦，莫郁卒啦！我是要安怎莫郁卒啊？即摆已经是上好的机会安尼，海吉啦，你都已经甲掠着啊，你搁放伊走，安尼后摆是要安怎掠着伊的人啦？莫烦恼啦，安尼已经咧报警啊，警察就一定会甲海吉来找回来啦。报警？你当作警察足厉害的哦？警察办案效率若真正遮尔好吼，失踪人口就拢免烦恼啊啦。因逐工遐尼无用的代志，敢干那替咱咧掠海吉啦尔哟？对，若讲解也死警察啊报吼，烧到无路用的啦。掠咱这个路边摊哦，骹手是有够紧的啦。若掠歹人哦，无人法度啦。实在无较抓啦，
真正有甲无路用的啦。当然。反过，我唔是咧讲你啦，我是咧讲一般的警察啦。吼，唔莫搁解释啊！我是来通知你，李海家已经找到啊。哈？找到？李海家找到啦！哎呦，警察，你来真搞啦！啊，等即摆抓到李海杰啦吼，啊有叫伊交出来无？哈？伊即摆伫阮刑事组审问，我是来通知恁过去。哦，安尼会使去，再动手啦。阿嫂。丽玲，阿爸，丽玲，你免搁再伤心啊！这一切拢是阿爸家己做得来，我坐到这是应该。阿爸对不起你。阿爸，你是安怎无爱较早加钱？你到即摆才反悔去上班啦，哪能上班？阿爸我知影是上班，但无我会等你。但我若出来，咱就了团圆。答应阿爸，我照顾你家己知影无？阿爸，爱哭你说。阿爸，你出面了啦？哎哟，要用抓去关啊哟！哦，你还有报应啊吼！你原来有今日啦哦！哼，我叫是天公伯无目睭的，有报应有报应。什么啊？你讲蔡明勇就是做的啊？就是因的，伊害死抢骗因爸母啦，啊，阮阿公某去哦害到遮凄惨的，原来是伊啦，所以咧海杰啦，从遐悬的山顶甲我请落来，我家知我命太落，若无10条命都无够死啊！歹势啦，丽玲啊，我骂的是恁老爸啦，啊，这代志嘛是伊做得来的啊，伊就要安尼做恶多端咯。今仔日若无法律在这制裁哦，社会就无公平正义啊啦。你即摆伫咧哭，我看嘛是唔甘。也毋过你会知影哦，以前互伊害过的人，啥物人无安尼哭过头？啊，组长啊，嘿，啊，组长，这个蔡明勇有招啊未哈？哦，伊拢承认啊。啊，那安尼，阮翁甲阮大兄当时会使放出来？对哦。徐大秋甲洪金良需要经过法院裁决，才会当做决定。哈，着搁等法院裁决咯。哦，安尼是要等到当时啊？组长啊，是讲恁咧警方哪会这熬啊？我安尼用尽办法要抓迄个李海杰，安怎杀都杀伊袂着，啊，恁哪一声就甲抓着啊？对啊。算讲到这个蔡明勇，较早毋是毋捌互警方抓过哦，啊，逐摆都无代志，啊，是安怎即摆哪会有罪啊？哈？哦，这拢是高俊南伊一个人功劳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，嘛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蔡明雄已经互警察抓去，即摆这间公司财务遮尔困难，我若是离开，丽玲是要安怎？我无信任你，我想要相信啥？我干那想要找出证据，替船长袂洗清冤枉，想袂到煞来伤害到丽玲。我安尼做对伊伤过分啊！丽玲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你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阿爸？为啥物？丽玲，我知影我安尼做毋对，我无应该伤害你，你伤害我无要紧，但是你无应该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欺骗我的感情，清楚我对你的信任。准啊，我知影我阿妈做真济唔对的代志，我们尽我最大的力量替伊连上罪。为着我阿妈，我连性命拢会用坏伫啊！你想怎无爱予伊一个出世的机会？丽玲，我知影你为恁老爸所做一切。讲老实话，我真钦佩你。也毋过丽玲，人若是犯错，总是爱接受法律的制你裁。莫讲啊！
歹听。我不管你今日有偌济理由，你今日所做的一切，为了我对人生的希望，也为了我对人应该有的信念。丽莲，我一世人都袂原谅你，我袂原谅你，我袂原谅你。丽莲，丽莲。哎呀！喂！中人兄，啊，这零食啊是安尼哭，发生啥物代志？伊无法度谅解我对因老爸所做的代志。大个啊，你莫想遐济啦。上叫吼，伊是蔡明辉查某囝，莫甲讲啦吼。是啦，中人兄，这一切拢是蔡明友家己造成的。对，我甲胡立伟来到这要甲讲一件代志。啥物代志？我今仔日有去找阮阿姊，才知影伊是因为要替阮阿婆报仇，较计阮做伙。你讲的是真的？你无骗我？真是的。小平，大个，阿强袂骗你啦。这吼阁无算啥，阁较严重的是手平。秋萍小闹，你讲啊！手平扣分，话因爸母吼逼离婚，阁还赶出去呢。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村人嘛在欺骗我、伤害我，我的人生还有啥物意义？你讲白，感觉我为阮阿爸所做的牺牲还阁无够，感觉我做的拢无够。为什么？我到底是应该安怎做？我应该安怎做？即个情形安怎？伊一日入门就敲入房间，后来有人敲电话，伊也拢无接。我去甲叫，伊嘛拢无应，毋知是毋是困去啊？困去？敢袂困到遐路面？惨啊啦！啊，敢会是想袂开？自杀？啊，对，紧来报警咧！我传你去啦！哎呦喂！小姐，丽玲啊！开门啊！丽玲，啊，咱无人应啦。小姐，你去找人啦，小姐。锁条变怎啊？哎，你有别的锁匙无啦？小姐啊，丽玲，丽玲啊！小姐，小姐，丽玲啊！丽玲啊！哎，丽玲啊！起来！叫袂起来啦。这是我知，叫火车啦！叫火车啦！伊叫啦，伊叫！紧来！哎，丽玲啊！小姐，丽玲啊！小姐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囝，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我拢找无，我想哦，周平一定失踪去啊！伊毋是失踪，伊是伫咧盗票。哎，我内面电话哪是关的？啥袂去关电话啊？秋萍，秋萍，秋萍，无人。秋萍，
秋萍，姐，志勇，秋萍，你来跟做伙。我来姐，秋萍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。秋萍，所有代志我拢知影。我知影你是安那爱叫福丹文化，我嘛知影你是安那爱讲遐尼侪刺激我的话。秋萍，你所有的委屈，我都已经知影。我无想要听啊，这是我甲你代志，你别管，你走。秋萍，我叫你走，你无听着是无？我不想要看到你，你走。秋萍，你是毋是为着我去蔡明宏公司上班的代志，伫咧生气？你要倒去上班，迄是你的代志，跟我无关系。秋萍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要解释啥物？无毋对，我是要替我的父母报仇，我才会嫁予文化。啊，毋过你咧，你为着荣华富贵，你干嘛去蔡明宏公司上班？无啦，阿姊，你误会准男兄啦。你敢知影？蔡明宏今日去互掠去关啊咧。蔡明宏掠去关，为什么？准男兄为着要找出蔡明宏犯罪资料，替阿爸阿母出一口气，毋才去蔡明宏公司上班。这一切拢感谢准男兄。你讲是真实的？当然嘛真实的，我甲后日我拢看到啊。是啊是啊，我目睭看到呢。我无理解我，想要到你替我爸母做这款代志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秋萍，莫阁讲对不起啊！所有代志拢过去啊，咱重新开始好无？准啊，我竟然伤害你这么深，你敢知影？自从我决定要嫁予文化了后，我每一天的日子拢过得足艰苦。我秋萍，莫阁哭啊！我今仔日开始，我一定会互你快快乐乐过日子，好不好？画到这地图安尼哦，花洒洒啦。哎呦，这厝的边仔头前，还有一支电报条，嘿啊，搁画得着咧。吼，记袂歹呢，记咧，对啦。哎，借问下吼，迄高准人是毋是住伫遮？你是高准人要创啊？啊，煞毋知影就蔡明雄的代。啊，你蔡明雄感动的，我他妈是你无良心！我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！我打无准人讲，一个小心人讲，蔡明雄你查某囝自杀啦！你放手啦！讲到这个还用？要找一个人，天都要暗啊，也毋紧转来，哎，我要急死！敢会是我地图画无清楚？是讲若找无人，嘛会晓敲一个电话倒转来，那放进去的。哎，老妹啊！你是去美国找人呢？啊是找有无啦？有啦，我甲因带倒来啊啦。找你嘛，找你嘛，找你嘛。大家拢斗阵倒来吼。这年这情形安怎？暂时不要紧啦，来，先坐者，先坐者。谢你。哦，啊，真无方便。来，哎呦，煞毋知影今仔日哦，好佳哉我等下到位呢。啊，想伊个房间哦，含迄阿珠啊两一直弄门弄袂开啦，才知影夭寿哦，自杀。啊，好佳哉哦，我紧甲伊送急救，啊，呾即嘛无代志啊，送倒转来，人也清醒啊啦。实在是好佳哉哦，佛祖有保庇，保庇这善良的人哦。我若无即声就惨啊。准啊，啊，你就免想啊，你就好去你甲安慰一下，讲诶，去啦。参种吧，丽玲会走去自杀，一定是为着我减去因老爸的代志。我真正无咧勇气去看伊。哎呦，但土秀嘛知影是为着即件代志，啊，你无勇气嘛，就要有勇气啊。啊，其实你嘛无毋对啊，你是为着社会正义，为着帮忙大家，你才安尼做的啊。也毋过对丽玲来讲，安尼是着伤刺激去啊。所以这个时阵吼，
遮尔啊可怜，你爱去甲安慰一下才对啦，啊！啊，这张批吼是伊要写互你的啦，你甲看觅者。啊，真歹势呢，我毋知影这张批是要写互你的啊，我就看伊放咧面床头，扫咧就甲看，才知影讲原来伊对你有感情。啊，但即阵你若无去看伊，是要叫谁看伊，对无？吼，去啦。啊，迄等下才看，你先去甲看一下啦。我会去啊。陈玲妈，咱先起来甲看啦。无喏，啊，着伊去，毋则啊。行啦。哎呦，先，好好。哦，行好，行好。你莫甲我动一下。小姐，你莫阁伤心啊啦，小姐。丽玲啊，秋萍来看你啊啦。主啊，主。莫乖啦。俊啊妈，紧要去啦。小萍姐，丽玲，咱两个人是有辜，啊，毋过顶一代的温暖，已经牵连到咱的身上。你若爸妈去坐监啊，我嘛替我的爸母出一口气，啊，毋过我无想到你，你只是一个遮尔啊软只的查某囡仔，你嘛是需要爸母来疼惜甲照顾。我哪会使安尼对待你？我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我。小萍姐，你莫哭，我做啥，甲你无关系。我毋是因为我阿爸生的，也毋是因为伊甲你放假的温暖，无你是为着啥物？我是对人失去信心。感情已经全无。我感觉，你的这世间所有一切拢是假的，包括感情。我一项逐个我流泪，无任何代志，但是我搁为活落去啊，啥物拢无价值。丽玲，人活着咧，不管是啥物目的。生命本身是上可贵，你听我的口讲，好好活落去。莫讲是为着别人，就算讲互我安心好无？我求你一定要好好活落去。小萍姐啊！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我有一个爱你，嘛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哎呦，哎，陈娘嘛，啉茶。哦，欢迎过来，啉茶啦。多谢多谢。哎，啉茶啉茶。哎，咩啦？啉着。像这世间事哦，实在是真歹料想。原来是秋萍甲俊男咧恋爱，尾啊秋萍煞嫁予文华，丽玲爱的人是文华，即摆煞搁去爱着俊男。嘿，即摆少年啊，你爱来爱去，换来换去，换到我头壳拢戆去，无啥使。船长嘛，这唔简单，以前有一个故事啊，泥马换太子。泥马啦，定甲你教台语，搁咧泥马。唉，是
讲哦，即摆你和文华离婚啊，后摆拍算要安怎？陈林嘛，啊无问你啊啦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免烦恼啦，秋萍甲俊兰哦已经好好啊，而且哦，而且安怎？春玲嘛，互你的意思是讲吼，两个误会已经解释清楚啊。哎呦，伊重点无讲啦，唔通误会解释清楚呢。哎呦，因即摆感情哦偌好诶。有影无啦？恁即摆感情阁好好啊？安尼丽玲要安怎？安尼我知啊啦，无怪丽玲会自杀咯。伊即摆对俊兰的感情下遐尼深，因老爸阁掠伊关，你即件代志歹处理啊嘿。春玲嘛，我是惊吼，最重要歹处理代志袂记甲你讲呢。你著罕尼会记，阁有啥物代志袂记咧讲啦？就昨吼，我去等下找秋萍有无？才知影哦，文华受伤，昏迷不起呢。文华受伤，我昏迷不起。你是来创啥？我要来看文华，拜托你换衣服看一下好无？你要来看文华？你有啥物资格来看文华？文华已经互你害到昏迷不起，即摆倒伫咧眠床的，你有啥物要来看文华？你紧行走，走愈远愈好，别讲大家太水你出去啦！我知影我对不起文华，我知影文华受伤是因为我引起的，可是我有一世的时间，我无法度弥补我对文华的亏欠。不过我求你，我去看文华一面，只要看文华一面，我就马上走，我袂搁再转来啦。你莫求我，你莫求我，你即摆紧交出去，紧交出去，紧交出去！我求你啦，你若无法看文华一面，我袂走啊！秀琪啊，把这东西赶出去啦！我袂出去啦，你真正唔出去？秀琪啊，甲拖出去啦！我袂出去啦，秀琪啊！伊来家己要赶文华，互伊入去啦。国良你。我对不起你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竟然伤害你这么深，你敢要当原谅我？我是有啥物资格求你原谅？我无迄个资格。我嘛无期待你遐尔爱我，文华，求你将我放袂记，你将我放袂记你好无？我对不起你。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硬价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，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
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，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愿意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，我有爱过。